光起来都几万。哦，他在鼓掌也làm sao用？这个小包连三连装有的。可以啊。他说我怎么这么说哪用啊？拿得来的嘛，买我带球了别了没？他打好鼓啊。我这小么的包多贵的。多钱没问你？多少老高的？你现在我那小了包就马上检测的加钱用，这就买金币几的小东西呢？多钱的？可以啊。俺们这看完你眼里嘛。但他们理解了许久，俺婆婆现在没到的机会了。他们你嘛给你们瞅瞅这来啥现象？俺那边来上面土上节目上这个三个小个，那么那就结果有啥？他不过知道呀，我的听到现在你跑马来现在下班那多少工作？没么子呀，那个，那最近也没有啊工作的位，劳动者有了，我们。他你等一年都是干什么的呢？很高兴的呀。呀，你写起来你，看完了的哪个没笔记的位？呀，他三个小个，那么中途招有呢，衙门的衙劳动招有呢，好过他光嘛说，他弄在工头节也工嘛在行，身边休息的不会。你看他，这真呢，可有种子没都是当干的是哪个来哪个我的？학생 누가 거슴 누가 하고서 제자 거슬레레 시다 바텀지 이게 시야죠 니 바텀 저거工作 톰지 왜 피게 되셔 거슬이 초국이 뭐 얘랑 뭐爸爸가와提供就是写这西装打了这个这小孩嘞这个你也帮引导呗你给写写是吧喂，舅，是。那呀，我现在是把我带去呢。你。大哥舅的。你今天公司了，你公对的。大哥我点点下去，你是不是点点我嘞？是点个点的点吧。爸爸。大哥你过来哟。球吧。球啥用嘛？但我那看我听不中意的，叫不得你。加去。看过来咋？西藏。西藏啥用吧？哈古多哎。哈古呢？俺们我们家干这个。朋友们那买西藏是的。是的。西藏我们的吧？听说那么下过哈干就我们那个六月份是的，羊汤月份是的，几的。俺那包走了到那年限就着行的，小军的嘛的你。过来一句。这些都嘛也儿子去的。多年了，年限你知道？哈古，我嘛留着去了嘛。爸爸。这哪天你看看不就是干到了西装过很多的？黄子他把我都你看的，黄子你嘛压个金角的意思了哇？压的。把你嘛滚滚几小天讲的，你们这。这是东阳嘛的，这是东北啦是刘家的，去的没？是那个牛啊！他什么这个？我说你下面是个人钱。下面你把你把路老平大走的，很多呀，我在下面听过哪的你？你还女要花呀你？对是老三了花呀你，老三那个就在那啥我搞了你。爸爸。老三来的你开钱哟的。你不要练把劲啊呢？大我两个主。你们你们的人工在练不着。出去了。爸爸他那点中间怎么吃过怎么来着去过的？你。这些都要儿子去的。要儿子哎。要儿子肯定记不得背的。背得抢钱呐。俺看我给不对上吧。